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武。今仔日呢，咱真欢喜邀请到一位伫爱尔兰爱尼兰的里民来上咱的节目。伊是我伫即个 IG 熟悉的一位住伫爱尼兰的台湾人。因为我常常去迄边出差吼，所以伊会分享一寡爱尼兰的即个政治、经济等等的资讯。我感觉讲会当学到一寡吼，甲阮客户有相关的代志会当开面开讲安尼。有一阵伊常常会讲到即个难民的即个话题，所以我就想讲邀请伊来上即个节目，甲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难民伫欧洲是大概选举的时阵拢会提过来讲的一个话题嘛吼。毋过我遮就先毋通讲伤济，咱先请伊来即个自我小解一下。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我即马住伫咧爱尼兰的首都都柏林伫要3冬我想要甲大家小小提醒一下吼，爱尼兰是伊家己一个国家，伊甲英国的关系就亲像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吼。今仔日我真欢喜会当来到遮，因为即站我学到足侪甲难民有关的物件，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家己是为高雄来的。我的台湾话无啥练转，有的时阵有可能会听起来怪怪，敢若有掺着甲高雄甲别个所在的腔。原因我是无啥确定，也毋过应该是因为阮兜其实是平阳人，虽然我是伫咧高雄大汉的，阮爸爸妈妈拢是平阳人，我有注意到讲因正经咧甲平阳人讲话的时阵，拢会用平阳腔，若是甲台湾人讲话就用高雄腔。那安尼咱算是一半的共乡呢，因为阮阿母嘛是即个平阳人，移民高雄的第2代。毋过阮阿公阿嬷一定拢虽然拢是平阳人，毋过我拢无听到因的平阳腔是吼，足趣味。我家己其实台湾话毋是是我第2个语言啦，也毋过已经足侪冬无机会通用所以我即马台湾话讲了有淡薄仔怪怪，我的英语可能搁较好一丝丝真歹势。也毋过今仔日真正足欢喜会当伫遮练习会当甲2位主持人分享我伫爱尼兰的经验，足荣幸的。嘛真感谢万城里长互我即个机会，好好查资料，甲熟悉的语言搁讲转来。对，不要紧，因为语言就是加讲就会变好嘛。咱即个节目就是讲，希望大家敢起来用台语讲家己的专长因为安尼拄好，互足侪来宾有共款是有一个机会甲台语讲转来安尼。真感谢，真感谢。今仔日咧，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寡甲难民有关的知识。我会针对大家伫网络上就会当找到物件来分享，袂讲到任何一个私人案件，也是非公开的资料。好，安尼咱就开始来讲即个欧洲的难民的即个议题敢会当先请你简单讲一下，就是以欧洲做例，一般来讲，咱咧讲即个难民到底是安怎来？伊通常是遇到啥物代志会互因变成难民？一般来讲，其实咱华语咧讲的难民，甲联合国的规定的意思无啥共款联合国甲已经摕到身份的，才会当号做难民。也毋过，因若是未摕到身份的，当咧申请的话，其实应该爱号做庇护求找者，就是用英语咧讲的话是 asylum seekers。我想要请教2位主持人吼，恁想到难民2字，恁会想到啥？是啥物款的理由可能会造成即个人需要离开家己的国家，去找一个更较安全的所在咧？我感觉我听过上济应该就是战争伫英国嘛有听过一寡是伊是性少数族群伫家己的国家，因为是违法的，比如讲有的国家伊同性恋是死刑，所以伊就需要走去其他的国家去寻求庇护。无毋对。其实除了战争，甲恁头拄仔讲到的性少数的族群，像同性恋。即种以外联合国有针对难民的资格写足明白的条件，譬如讲天灾啦，还是政治迫害啦，还是女性即个身份，甲迄种无国籍的人，
拢是会当成功申请难民资格的原因。哦，无怪之前有听讲英国有一寡中国人因来到遮，就甲因的护照烧掉，等会内底烧掉，安尼就会当讲因是无国籍的人。哈，伫机场甲烧掉吗？因通常是你来到遮。其实我无确定呢，是坐船啊来的，还是来遮读册了，就甲护照烧掉。我无足确定的，毋过就有听讲有即款做法。因为因英国是你伫遮住10天，无论你是啥物身份，你就会当摕到英国的国籍，所以因甲护照烧掉了，因就去甲政府讲因是无国籍的人，开始算迄10天，10天住了，因就摕到国籍啊。毋过迄10天内因为无身份，你就因无法度做工课嘛，所以拢伫迄个中国城内底拍山工做乌的。我听到嘛是安尼，就是伊是互因兜的人亲情骗过的。哦，就叫伊讲，你入来海关的时阵，你就讲你的护照无去啊，因嘛袂甲你送倒去，阮就伫外口等你安尼。就伫因亲戚的餐厅，拍沙工做乌工安尼。对，其实恁讲的这吼，我知影讲有的时阵有一寡申请人，因是因为讲无想要伤紧就互找着因原本的国家，会马上互送倒去，所以因就会甲因的护照按掉。恁可能拢知影讲伫阿富汗Afghanistan 女性是无法度凊彩出门的嘛，嘛有足侪其他的束缚，所以其实阿富汗的女性，因若是有法度证明讲因家己的国籍，来因是为阿富汗来的，而且已经走出来啊，因是联合国规定一定会摕到身份的迄种。也毋过有一种理由是绝对无法度通过的，就是经济移民。其实就是足侪人会想讲难民拢是为较散车的国家来的嘛，所以因一定拢是为着钱啦。也毋过其实安尼讲，敢若有一半是对的，因为评估若是评估了咧，因感觉讲即个人的申请毋是真的，毋是 genuine，而且有可能真正是为着来趁钱的话，因就一定会拒绝即个申请人。对所以你遮讲着评估吼，即件代志。所以假使讲有一个人要来遮申请庇护，要来一个欧盟的国家，伊安尼需要经过偌济的关卡即个定数，才有法度互人判定是难民，摕到即个难民的身份。讲到这，阮就爱来讲看卖因的流程嘛，就是即个申请人呢，必须一定爱已经离开家己的国家，而且本人一定爱伫即个新的国家，迄个伊要申请的国家，才会当替伊安排面试。伊有可能是咧空港，还是海港，也是国际庇护的办公室。这要求申请即个身份，然后就有人开始替因来翻译资料啦，还是替因甲因的背景甲原因写落来。写好了呢，即个国家就开始替即个申请人安排面试的时间，嘛会提供律师的资料，因就当登去等消息啦。在即个过程中呢，申请人随时拢会当撤回因的申请案，嘛随时拢会当请教因即个律师问题，大部分的人拢会伫面试进前甲律师商谈嘛，安尼才会当伫咧面试的时阵提供较完整的说明因为毋是每一人拢有读过册嘛，毋是每一人拢知影讲爱安怎甲家己的故事讲互清楚。若是面试结束了咧，面试官就会开始评估因的资料，做一个决定。若是决定讲阮爱相信因的故事，而且相信讲因若是互送转去的话，就会受到迫害，因就会摕到即个身份。即个身份就是阮头拄仔讲的难民的身份，即种就是有完全的保护。咱英语是叫做 refugees。也毋过嘛有一丝丝人有可能是会摕到另外一种身份，是叫做辅助庇护subsidiary protection。即种身份是
因共款无需要转去原本的国家，也毋过毋是因为因本身受到的迫害，有可能是讲因的故事互认为讲是假的，也是讲虽然故事是真的，也毋过毋是因的故事，是别人的故事。也毋过因为讲因即摆的国家现主是有战争啦，也是有死刑啦，有可能会影响到即个申请人，即人转去的话，有可能会失去性命。即个时阵，即种申请案就有可能摕到即个身份，即个辅助庇护的身份。毋过即个辅助庇护含即个难民，因听起来是即两项拢会当住伫即个国家，安尼因两个差别伫倒位啊？这就要看是倒一个国家，有一寡国家是会当互辅助庇护的难民嘛，会当替因翁也是因某也是因的囡仔申请来到共一个国家生活，有一寡国家是袂使的。就是嘛是有程度的差别就对啊。对。若即两项身份拢无摕着咧，安尼话，因的案件就会进行到另外一个阶段，就会开始评估因甲即个欧洲国家的关系。含即欧洲国家的关系，啥物意思？因毋是拄仔来。嘿，对，譬如讲，因伫即个国家敢有熟悉的人，有外籍敢有伫即个国家开始找头路咧，或是因敢有特别原因，互因必须来留伫遮，譬如讲是健康的问题足严重，还是安怎？若是有诶话，因就有可能会当摕到一个留落来的许可。若是评估了决定讲无要互因即个许可，因就要转去原本的国家。所以因若摕到即个许可，是毋是就等于是摕到即个辅助庇护的身份？无，其实这许可甲辅助庇护的身份比起来，佫较低一丝丝啦。就是因为即个身份摕到即个许可的人，是无法度摕到旅行的证件的，就是欧盟还是欧洲即个国家。互因的旅行证件，迄是一本看起来就像亲像护照的证件，互因会当用去别个所在、别个国家旅行。原来佫有分遮济种的难民。对。所以咱遮讲煞即个欧洲的即个难民的申请的过程，咱来讲一寡较难民有关系即个小知识啦。因为我记得你的进前 IG 有讲过就是21世纪产生上济难民人数的地区还是国家，目前是倒位？恁敢要约看觅无？全世界有上济难民的国家是倒一个？产生上济难民国家，我头一个会先约叙利亚，就是 Syria。我约 Palestine。对，其实两个拢对。其实目前全世界上最难民的5个国家是，就是头拄仔你讲的 Syria，加 Venezuela、Ukraine、阿富汗加巴勒斯坦，就是 Palestine。毋过嘛有一寡是无国籍的人，像罗兴亚人 Rohingya。对，应该拢有听过。目前呢，全世界有3700万的难民，就是已经摕到身份啊，有690万的庇护求找者，就是未摕到身份，也毋过定咧申请的，嘛有600万的巴勒斯坦的难民，也毋过巴勒斯坦其实较特别，因为有足侪人其实是即马住伫咧约旦，就是 Jordan， 也是巴勒斯坦边仔的所在，嘛有足侪巴勒斯坦人已经是摕到 Jordanian 的护照，毋过因嘛是互轻视，所以伫伊家己的国家是难民，即马有600万的难民登记在册。对，因为咱最近有咧读万社的读册会，有咧读即个巴勒斯坦的历史的册，才知影讲伊的过去有偌弱势。安尼就会当理解讲是安那会有遮济巴勒斯坦的难民啊？对。我感觉难民即件代志真正是为历史上来看，遮个大国真正好好检讨一下。对，世界去抢资源，佮无法度解决当地问题，怪遮造成遮济事。对啊，对，看着新闻拢足艰苦诶，真诶啊，英国爱负足大诶责任。
真的，这点爱尔兰人就有体会的。真的，我嘛是读迄个巴勒斯坦的册，才发现原来爱尔兰嘛是和英国欺负甲忝的。对，对，所以爱尔兰人拢大部分拢就支持巴勒斯坦人。这样有意思。就像阮头拄仔讲的嘛，大部分会成为难民的原因拢是内政。毋过嘛有一寡人是因为政府的迫害。即几工啊，恁可能拢有看到新闻在讲Syria 的内战结束啊嘛，就侪人就欢喜的嘛，嘛开始有欧洲人咧讲咱来甲 Syria 来的难民送互转去啦。毋过其实我感觉这毋是一个真简单的问题。对，敢若想起来就感觉这可能无啥有可能，毋过较实际来讲，甲因送转去的有啥物问题？就是其实目前呢，上侪人咧讨论呢，就是 Syria 敢有法度建立一个安全正常的国家，就是这是头一个问题嘛。因为即马开始因遮拄要中心开始恢复。嘛有可能有人看Syria 即马足乱的，就想要夺权。而且嘛有足侪难民已经离开因的故乡足久啊。因为囡仔可能是伫一个新的国家出世，大汉嘛伫遐读册，对无？有足侪咱咧讲英语咧讲的 social connections，就是甲社会关联。甚至有可能因拢袂晓讲因爸母的语言啊嘛，所以伫即个伫欧洲即个甲人权看甲遮重的所在，若是考虑着讲甲难民送转去因原本的国家，反倒有可能会造成讲因无法度适应，送转去即个选择就毋是上人道的选择。对，好。好啦，再讲倒来吼，拄则讲的是产生难民上济的国家嘛，所以。倒边过来讲，以欧洲来讲，难民来选择即个寻求庇护的上侪人想要申请的是对一寡国家。以欧洲来讲的话，恁可能拢会讲约的对，就是德国有上侪难民。其他的话，就是爱看因迄个国家伫啥物所在，譬如讲往海边较近的国家嘛有较侪难民，譬如讲 Italy，也是Greece，希腊，也是较大的国家嘛有较侪难民，譬如讲法国，也是恁大的遐英国。爱尔兰本身甲其他的国家比起来，其实无算济，因为大部分的人咧选择庇护申請的國家的時陣，針對一個國家甲因家己的有偌遠還是偌近，因講的語言敢相同，還是申請人的族群佇迄個國家有偌濟人來決定。我查英國遮的數量，英國目前國內有20幾萬的難民，差不多佔總體人數的無夠1%，半%。英國這邊2023年上濟庇護申請者是亞洲人，毋過這亞洲內底講的是阿富汗、Afghanistan，過來就是Middle Eastern，就是伊朗、跟蘇利亞，就是伊朗跟Syria。毋過我就 surprise 第4名竟然是越南的。對。越南因正正是互法國統治。對。我是想講，安尼我會約因會去法國申請才對啊，對無？對，毋知。毋過，應該佇90年代時陣，其實足濟中國人跟越南人攏是坐船仔來的，都是互藏佇迄船艦的上下底，所以會死足濟人的。大家若有興趣，進前英國有一個作者，伊爸母是台灣人，伊叫啥物去啊？白小紅還是啥物貨？伊就特別有寫這本冊，就是咧講即個為越南較為中國來的即個咱講偷渡客即個故事安尼。伊是一位記者。好所以講了即個小知識吼，我就另外就好奇的，就是香港最近呢，即個有一個移民潮嘛，咱大家攏知影香港發生什麼代誌。毋過因即款呢，敢有算是難民的一款？
是，其实若是，毋过若是即个香港人呢，因若是有 BNO 的护照，因自然就无需要申请难民的身份嘛。对，若是无的话，而且因有受到迫害，就有可能会当申請庇護。譬如講，即馬有一位佇加拿大的女性周庭，伊就有公開說明伊即馬的身份嘛。我感覺講政治庇護較複雜，需要申請的，需要摕到資料嘛較歹摕到。毋過像佇法院的判決，也是醫療的報告啊，也是你有參加抗爭的相片，應該攏會當對即個申請人有幫助。也毋過其實雖然咧講資料較歹摕到，也毋過其實每一個受理申請的國家，攏是有義務甲難民做伙找證據的。譬如講是因互迫害，還是有可能互迫害的證據。嘛，即個國家嘛需要免費提供完整的法律輔助，翻譯也是因若是未18歲的話，處理因的心理健康的問題特別細膩。若是有滿10歲的人做伙來，因的申請案就要放佇即個已經10歲的人的內底申請。若是即個囡仔呢，伊的申請案最後有通過的話，爸爸媽媽嘛袂當分開送轉去。而且呢，因若是佇咧明確知影講，甲因送轉去有可能會造成因受迫害的話，嘛袂當甲因送轉去。毋過佫有一個規定，就是因袂當即個國家，即個歐洲的國家，袂當甲即個申請人原來的國家確認因的申請的提供的資料，袂當甲迄個庇護求取者原本的國家講。講阮知影恁國家有即個人即馬踮咧申請難民的身份，你是袂當甲因的迄個國家講誒，愛保護迄個庇護求取者嘛。你嘛會當歐洲即個國家嘛，袂當甲庇護求取者講你著限制你家己的自由來保庇你家己的安全就好啊，就是。比如講，你袂當甲富漢的女性講你著莫出門，著袂代志啊嘛。甲香港人講你著莫抗爭啊。對，因袂當用即款理由叫你。對，大家著想看覓嘛。若是今仔日家己是難民的話，受到迫害，恁會希望講別人是安怎評估你家己的申請啊？對啊，對，所以講起來就是香港人若是來英國，因為因有 BNO 的護照，因。來英國就無需要申請難民，毋過因若是因為政治的關係需要去其他的國家，伊就是算會當用申請難民這條路。會當試看覓啦。好，咱閣講倒來這個庇護申請的這個程序，伊若這個難民的身份確定安尼敢着入籍還是閣愛經過一段程序大概需要偌久？因呢就是愛先佇住佇即個國家愛住幾冬才會使。每一個國家的規定無啥共款嘛。毋過因就愛提供證明講因有咧找頭路，因有咧做工課，嘛有咧試要融入社會。有愈濟資料證明講家己有咧拍拼拄好。大部分的國家誒攏會互難民幾個月開始了，就會當開始找頭路。安尼改成含咱平常咧申請迄款誒身份差不多誒路線。以你大誒即個愛爾蘭來講，一般大眾政府含各個主要誒即個政黨，因對難民議題誒即個態度是安怎？因是支持較濟，還是反對較濟？其實大部分誒愛爾蘭人對難民也是移民的立場是歡迎的啦。畢竟大當前愛爾蘭人家己嘛是難民，因為英國的關係。所以你若是去看這擺選舉的辯論會，每一個政黨攏是咧傳達一個觀念，就是難民毋是問題，政府的失敗 ，government's failure 才是。就算講你若是去問遐較保守的政黨嘛是安尼講。
这观念足正确的咧，无像英国的一寡党，就是有代志咱就爱找移民开刀的。要毋过其实吼，即几冬开始，因为难民也是庇护求找者的数量增加足多，有较侪爱尔兰人嘛是开始较惊遐，所以而且政府嘛会付钱互饭店也是民宿来做难民收容中心，啊一个小小的所在咧，唯一一个招待旅客的饭店可能就无啊嘛，啊大细细店拢会无生理，所以就嘛开始有人咧抗议啦。要毋过我感觉这是真正足困难的问题，对，因为坦白讲吼，有一寡人烦恼的是因的工课吼摕去做。要毋过其实大部分的难民咧逃难的时阵，根本就袂想到讲爱甲因家己原本的学位也是证书做伙早去新的国家。足侪人其实拢是为头开始，重新学新的技术，也是去学校上课。要毋过因可能伫家己的国家已经是律师，也是大夫，吼。要毋过因无法度伫新的国家做共款的代志。对啊。英国就定定会听到即款的故事啊。因本来原底伫国家是做迄款做 high social status 的工课，结果来英国，干来当伫 Tesco 拍散工。台湾嘛是有啊，有一寡新住民，伊可能伫家己的国家是自己做老师，还是做较悬收入的，毋过过去台湾了，可能因为家庭较保守还是啥货，其实嘛有一寡歧视的代志啊。对，为头开始，拢爱为头开始。对，所以讲到即个大家对移民的一寡偏见吼，我感觉上定互人提起就是治安啊，所以我会感觉讲，敢真正移民会造成治安的问题。其实我感觉讲有可能啦，是因为难民大部分吼拢袂晓讲目前的国家的语言嘛，因遮拄啊来嘛，而且文化嘛无相共啊，有的时阵因为大家无法度互相了解，大家烦恼嘛是真正常，而且一出代志吼，媒体就足爱大肆报道，所以就算讲难民造成的问题无遮严重，大家嘛有可能较惊吓。讲实在的，我感觉大部分的政府拢是一间大家双头田，提供遮侪资源啊，可能嘛无时间甲民众去介绍讲难民原本的国家的文化，而且大部分的政府其实若是会当莫讲到难民的代志，就莫讲，才袂造成问题嘛。所以我感觉政府平常时伊本身的态度就真重要。毋过若是即个难民呢，就算讲已经摕到身份啊嘛，若是伊伫新的国家一直犯罪，嘛是有机会互扫出去的哦。有欧洲有一个国家 Austria，因有一个已经摕到身份的难民，就是因为犯罪，加上伊住伫咧 Austria，高档啊，佫袂晓讲德语，无找过头路，最后 Austria 的政府对伊的官司就有赢，伊的难民的身份就安尼学有去啊。就是政府嘛是有咧管的对啊，嘛有路通摕啦，有法律会当甲因扫出去。对，因为我感觉伫英国遮一半的人对难民是欢迎，另外一半对难民是无欢迎的。大家定定都新闻拢会报道，比如讲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是倒位啊？澳洲索马利亚讲因为一团人伫这个万城有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叫 Curry Mile， 就是都足侪迄个印度跟巴基斯坦的餐厅，讲因会伫遐找查某囡仔落手，甲查某囡仔绑倒去饭店内底，就就一群人甲迄个查某囡仔强安尼。所以迄件代志其实引起遮大一个社会的即个惊吓好啦，愤怒也好，因为感觉讲你难民的身份，你来糟蹋咱的查某囡仔啥物货？对，毋过我会感觉讲，介绍嘛无法度安尼就迄个啥，因为一粒鸟车屎对啊，因为难民我感觉是真正，就是像你讲，这是一个足
大诶问题。佫有另外一个，因为足侪难民是为性别观念相对较无遐进步诶所在来诶，所以某一程度就是因来到欧洲，尤其是西边诶欧洲，对性别诶即个观念是较进步，而且是一直有咧改革，所以两个无共诶文化伊相容诶状况之下。对，就变做，我感觉这可能就是爱政府出来做这个，要讲是辅导也好，还是讲教育嘿，对，可能这是真难的问题，对，好啊，所以来讲到这吼，就是政府处理有好啊，处理无好，就是爱看这个难民入来了后。政府对因提供什么款的资源，互因会当伫这个社会中，跟其他的人好好相处，因家己嘛会当好好过生活。啊，所以后面政府因咧决定咧对一个难民来进行庇护了后，伊敢有提供任何的资源，互伊会当 settle down， 互伊会当好好住落来。有，其實攏有免費嘅資源，譬如講，互因醫生看免錢，還是教育找頭路安尼。啊，有一寡 NGO 嘛會提供難民頭路，像我即馬咧做志工嘅 NGO 就有收 Ukrainian 嘅難民，啊，除了這以外咧，就會提供大嘅所在甲語言嘅訓練。要毋過，莫想講啊，難民啥物攏退，啥物攏無需要做哦。其實難民是袂當拍走誒，因需要甲政府報備因大誒所在是因要去誒所在，但是伊家己離開即個國家誒話，因誒申請案就一定會互拒絕，去別個所在嘛會互看做是。毋是真誒 not genuine 誒案件，最後就啥物攏無。對，我看英國這邊啊，難民因咧申請庇護誒時陣，因是袂當食頭路，嘛袂當申請補助誒，伊竟然會當申請一個所費，伊一工一個家庭平均摕無6磅哦，6磅誒。啊，係啊，哇，一個家庭安尼無6磅是變？對啊，一個人誒話咧。這因為我是看一個 charity 因整理的資料，所以我無摕到就佫較詳細的數字。阮翁佇迄市中心有一個，因為伊足愛跟迄路邊的人開講，啊有邊仔坐一個，我袂記得是為倒位來，介紹嘛是索馬利亞這類的，啊伊就講伊就佇遐討錢啊。啊，因為講伊咧申請即個難民的身份啊，啊，毋過伊咧等申請落來時陣，通常英國差不多愛等6個月以上。伊申請無落來，伊就無法度去食頭路，啊，無法度食頭路，無收入嘛，係啊，啊，所以伊就只好逐工去討錢啊，係，對，係啊，啊，因遮申請着難民了後，你就開始會當去。食頭路，毋過你若申請着難民的身份，你28天以內愛搬離開政府提供的暫時的這個居所。哇，28天對，這是安尼做歹找所在大呢？拜託嘅連迄工課攏做歹找，好無？對，而且足濟歐洲嘅國家，你攏愛互提供啥物薪水嘅證明啊，還是進前嘅。嘿，哦對，金嘿，要稅厝都愛提供，愛有收入才有法度稅厝啊。對，而且我知影講佇 Italy 甲Greece 因有收到足濟難民的申請案，啊嘛有足濟攏是已經通過啊，啊通過了足濟人其實攏找無大的所在嘛，找無頭路就會。困佇路邊啊！安尼時間遮短，找無大個所在嘛，找無頭路，真正是等於你甲接納入來，啊，毋過嘛是放因去死啊！就頭殼冇咧燒，無啦，英國應該是有誒會安排去住迄個 housing association 啦，就是迄個社會主體啦，嘿，對，哇，對，那其實我最後嘛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講其實。大部分的申請案其實應該攏是互拒絕的啦，無明有資料會當看，
因为真正是有一寡是经济移民，因伫家己的国家过了真正足辛苦的，也毋过经济移民是无符合难民资格的，所以大家伫欧洲才会看到，敢若有足侪难民的看起来有足侪难民，有可能是因为讲政府已经收到伤侪案件处理袂了，有一寡人搁伫等申请的结果，才安尼。这毋是真正的难民，这是搁咧申请难民，对，好。所以其实我可能有较悲观啦，有的时阵我就会想讲若是有一天台湾人若变做难民的话，阮会希望讲阮安怎互对待咧，阮会选择去倒一个国家，咱的故事敢会互相信，敢会互接受，爱提出偌济证明才会当互接受咧。所以我就想讲，若是大家问家己这个问题了，搁想看觅即马离开家己的国家的申请人，大家感觉安怎样的申请人才会互新的国家接受咧？啥物款的申请人才会互新的国家的人民欢迎咧？阮敢有真正有了解因的故事无？台湾敢会行到迄天？对，真正。这我嘛是会惊，毋过我感觉咱爱先想办法，互台湾莫行去步去。真的。我感觉有当时咱徛伫因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较有法度了解因的困境伫倒位啊，对。毋过有当时咱嘛爱注意讲，真像咱咧讲的有完美的受害者，就是有一寡当然这难民人一济内底一定有鸟车驶。毋过，是不是因为这一个人鸟车驶，就爱全体拢甲因拒绝？对啊。对。其实我有听过一个故事吼，我毋知影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一个威吓，就是为中国走出来的威吓，因到新的国家了，就惊中国政府的，所以因伫这个新的国家的政府，因安排的翻译，因拢无爱，拢无爱用，就是因就互保护。爱互传转去中国政府遐，毋过因袂晓讲迄个新的国家的语言嘛，就一定需要翻译，就开足侪时间来找适合的人。甲中国真正是，对，伊就安尼就有现实呢。大家当去听咱真正迄个中国侵头迄集，真正有可能中国会安插因的啦。真的，因为就是我有当着香港人来英国了，嘛是毋敢甲香港人的社团惊受活。是哦，就是惊有。干掉所以因会较介意找台湾人的社团。对。嘿啊，若是即款问题，若是咱拄着要安怎吼？其实我感觉大概会当用这个故事来鼓励家己，就是进前越南去互法国占领的时阵，迄当阵有法国嘛有日本咧甲因欺负，毋过因的人就是有的人就走去外国，这个时阵其实走去外国人是足有效的哦。因迄个当阵的迄个胡志明嘛，因就入去法国的国会，伊去参加迄个法国的共产党，就用共产党的角度去甲因讲，就是啥物无力的人民徛起来迄款的，就是讲迄法国的较左派人爱听的话啦，来去讲咱应该爱解放越南，爱互越南学家己的文化历史，讲家己的语言等等，而且爱改革即个法国伫越南的一寡抢单。实际上伊嘛去为即个越南的独立去走，比如讲去募资啦等等，所以我感觉咱真正若有着啊，咱就是先想办法先逃出来。要逃出来，通常就是因为咱已经互占领去啊。这毋是讲小战哦，这是已经小战了啊。万不因若战输啊，互占领去啊，咱逃出来了后，摕着咱的身份，咱就会当好好啊去走一寡去做一寡外交的代志，对啊。所以我感觉咱即马就先做一寡准备，加读册啊，得研究一寡即个国外的资料啊。对，比如讲，咱英国人可能就开始研究进前通过2758的即个法案的议员有对几个，好好啊去甲因有关系。对，理论讲之类的啦，系啊。爱先补充这个知识。对，平常时都爱先做好准备。讲了就好诶。对，就感动诶啦。对，鼓励大家啦，嘿。
啊，上好是莫用着啦。真的啦，嘿对，哦因为我感觉难民真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对是。台湾的平安顺遂。我感觉就是爱加读歌册，去关心你身边的人啊，较莫去看迄无嘛袂当讲无正确的新闻，就是大量的看新闻啊，甲你身边的人讨论啊，莫去互说去吧。对对，同意影响。对啊。嘿，就较袂互影响去。对啊，嘿，啊，若逐个真正足笨蛋，无想要做遮，上少，逐个会当去找你住的所附近的即个难民的出现组织，去做一个志工啊，去做义工啊，过来办到3工，安尼可能你遮会先哦，会回向互未来的家己。我头拄想讲，你要讲台呢，真正这边大找新闻，你会当听咱的 podcast。嘛是会使啦，对啊，我感觉做善事嘛是真的啊，系啊，对啊，而且就会当像咱伫国外的人，就做善事，别人嘛会知影讲哦，这个人是台湾的。对，这嘛是个人程度的一个外交。真的，就是因为咱台湾人通常伫国外的规矩拢较好，所以大家做好分辨讲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就算讲因甲外口人骗讲因是台湾人，啊，毋过人嘛到尾嘛是知影因是中国人。我前就拄着一个法国的查某囡仔，啊，伊就甲我讲哦，伊有一个弟弟是一个伫咧台湾咧读册，安怎，伊有拄着足侪为台湾转来的法国人，啊，伊就咧讲哦，伊听着甲台湾有关系，拢是俄罗斯的特质，就是真正足介意台湾。真的，这就是一个好的外交。对啦，对，大家互相鼓励啊，大家做伙拍拼。真的，对，真的好，好加油！多谢，这是一个 trilingual 的 podcast，对，大家要追踪这个含情理性的 podcast，大家听起来哦，啊，毋过即摆听着这段的人拢有咧听，真的。笑，安尼对，今仔日到这就结束啊！啊，真感谢这个 Jasmine 来咱的节目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国泰民安。清芳过一地，七彩水国青。